2度失分，阿飛心情仍然好 down， 不過好彩有大女竇靖童陪住渡過難關。呢個月初，阿飛現身北京機場，原來係去美國探彤彤，好姊妹趙薇亦都有隨行，彤彤仲將2個人嘅合照擺上網。而彤彤見到媽咪心情唔多好，就主動提出唔將學校嘅 Christmas concert 同埋停學3個禮拜，陪阿飛翻香港，齊過聖誕節。剪咗一頭短髮嘅彤彤，個樣持續老豆豆位，但係身形就遺傳咗阿飛嘅高瘦平。中意唱歌嘅彤彤翻香港之後，即刻入咗歌手曲婉婷，對方仲介紹監製俾佢幫佢錄歌。而王菲已經搬嚟北京，計劃買樓喺香港長住，而家就暫時住喺趙薇青山公路嘅豪宅入面，都啱嘅，費事睹物思人啊嘛。